欢迎到转来。来弟啊，我问你哦，你敢知影？迄古早的人咧起厝哦，拢是义庄脚的人做伙起。有人用阿门头，有人搬砖啊，有人准备凉水，迄是真正互相斗相共呢。是啊，所以一个家庭的幸福，就是靠每一个人做伙放伴相挺。就亲像你啊，你就是咱兜的铁鸡红门头，只要有你伫咧哦，就算地动我嘛唔惊。 哎呦，多谢你的学咯，多谢你的学咯。所以今日来参加挑战的家庭哦，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拢爱会记，爱继续相挺到底，用鼓励来代替一臂。因为这才是阮的节目想要带予大家精神。坦白讲啊，那大家看到有的家庭无法度得到幸福咧，我嘛是足唔甘的。所以好消息来咯！你今日开始，若无法度摕到幸福咧，无要紧。 搁一个失败颠倒勇，会当互大家摕奖金的机会。赶紧来报名，好唔好？好，今日的家庭嘛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先来欢迎头一组婷婷爱唱歌。欢迎！再来欢迎幸福满厝金。 第三组欢迎高雄鸟阿帮。欢迎！欢迎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婷婷爱唱歌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阿杰，我二兄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婷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姐阿文。你好，我是二三兄，我叫阿丽。三兄你好，欢迎哦。婷婷爱唱歌，和你歌嘴的名是像好的呀？就是我本人。哎呦，我嘛知。因为婷婷其实是我自细汉甲大汉的小名。哦，婷嘿，婷。啊对，因为我自细汉甲大汉拢爱唱歌，一直到今嘛就爱唱歌的，所以婷婷爱唱歌，名就出现啦。而且大家拢来小听嘛，对。今日嘛是因为小听，才会来上节目的。对啊，其实今仔日吼，我真正是拜托阮姐啊，甲阮二兄、三兄，真正拜托足久的，因才愿意来上节目。因足无想要来的对啊。因为因吼一看到迄镜头遮济吼，因就我而且因是安怎甲你的头穿喺身躯顶，互你逼的啊？哎，他拄仔毋是讲婷婷吗？啊，因拢就是小婷我的啊，所以对啊，你头啊。穿这个衫你敢有欢喜？伊有淡薄仔无欢喜，因为伊讲啊，你这有更加大领，我讲歹势。这要一叮当，这头都无去，扭落话这会变安尼。我就无去啊，你无去了了。迄啦。都唔知影是婷婷啊？对会唔知呢？遐尼侪兄弟姊妹哦，安尼看起来恁的家族是足大的对无？其实我的二兄、三兄是大伯的后生。哦，大伯后生。对啊，因为阮兜拢是姊妹啊嘛，啊然后大伯的因兜拢是后生，嘿啊，所以自细汉阮姊妹啊就互大伯做客查某囝，所以大伯就是我的客伯啊。亲上加亲，大姐才是我的亲大姐，然后伊自细汉吼就讨厌我的。是安怎？因为这不受控，不受控。爱考爱对的。不受教，你看。对啊，因为阮特别若出去夜市啊，3秒钟伊人都无去啊。哎对哦，找无人啊。马上无去。走一队啊？唔知找男啊。朋友啊？唔知。喂。然后阮爸阮妈大家分开找，然后找到伊的时阵，心情拢无去，行来倒。哦，对，爸爸就讲，免说啊，免说啊，来转来哎，转。所以大家去夜市啊，就一个人算。对啊，伊是小欢喜。人拢在找人。哎呦，真好笑诶！啊，厝内有一个妹妹做歌星，对你来讲有啥物特别好优点，还是讲烦恼的代志无？我是伫餐饮业，我已经戴口罩，然后有当时徛倒摆搁戴安全帽，停红灯，有人停落来讲，你是怡婷大姐，我已经敢剩一个目睭尔。我甲你讲真诶咧，阮妈妈拢上爱去菜市啊共派价。头家迄葱仔送我一两支啊啦，有无？结果你知影阮母啊，即马去菜市啊，一去吼，你怡婷妈妈吼，拢歹势人台伊就是。啊是怡婷常常有甲迄厝内人的相片铺伫咧网络上。
我感觉应该是因为我嘛是有甲爸爸妈妈还有阿姊拢有带去上，进前有去迄个比赛的时阵有无？因为有去现场，啊有迄摄影机有翕到，啊因就知影哦，这是怡婷的厝内底啦。哦，啊对这妹妹感觉足骄傲的，想要介绍朋友安尼。会啊，有一天中秋节项嘛，我敲互伊，嘿，婷婷你伫倒，你要来无？你要来无？伊讲安怎？阮朋友，你偶像来啊，你笑无？你笑无？哦，结果伊朋友拢行骂我遮。结果大即个行嘛，啊，伊停伫边仔唱歌。哦，安尼嘛是足好诶，看恁规个伙仔感情遮尔好，今日想要爱幸福咧，会是啥咧？咱做伙来看按摩椅店啊！哇，现在会想要爱这个礼物，因为其实有一年阮兜火烧厝哦，火灾的头一个时间，我就敲互二兄，我讲二兄，阮兜火烧厝，你紧来开车来，甲我物件吼，迄款的，甲搬喺迄安全的所在，因为迄毋若规间乌素素，规间拢是水，因为迄拍火车来拍火，规间的物件其实拢等稀杀啊。好佳在人是安全。啊对啊，所以一直到我的厝内底重新用好啊入厝，我感觉我的二兄、三兄、四兄拢帮忙我足济，足辛苦，真正足辛苦。所以你这个礼物是要送互因的。嘿啊，啊，这按摩椅店啊，要放伫倒位？放伫厝内底。啊，欢迎哥哥来阮兜。等你搁讲一遍。你拄则讲要互应用，啊，现在放伫恁兜。放因兜，啊，是啊，你放去因兜讲要送互因是因的表情是安尼。这我必须要讲者，因为放喺二兄因兜嘛毋对，放喺三兄因兜嘛毋对，放喺四兄因兜嘛毋对，啊，不如就放喺阮兜。那啊，大家拢来。哥哥，偌久才会去婷婷遮一届？收着落去啊，收着就去。无远啦。无远哦，那恁算 OK 啦，大家拢住附近啊，嘿啦。啊，所以放在阮兜是毋是足合理的？对，啊，毋过拄则二兄讲，伊拢算好啊，算好啊。我心内有真侪怨叹的感觉哦。不管这个幸福咧哦，是要放伫咧双刀，大家拢会当用啦。一定要好好拍拼，甲伊炸断。对，大家做伙用，好不好？好。马上来进行乒乓头家波，一人拍乒乓，一人打健康点啊，用头接球，30秒的时间，拢总有20粒球，10粒入去拿坑内底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啊，2届机会，你想要来挑战？恁两个，阮两个一组，嘿，一组，啊，阮两个一组。哎呦，分好啊！对。咱做伙来看恁练习的过程就知。想要甲咱兄弟姊妹吼，那是行到一天啦。我等一天吼，等足久啊！你吼，啊，唱歌唱袂晓，恁大家拢莫哭，我绝对是第一个。哪有这严重啊？吼，大姐你唔知啦，就是有这么严重啦。来，乒乓头家波，好，大姐你考虑一下啦。头顶也无洗目睭啊。哎呦，无，你遐。健康点啊咧，我无。啊，无三兄。好啦，这个袂得听的啦。 Yes， 来，紧来。哦，你这无影响，哪有这困难哦？啊，无你来试看啊。哎呦，你是咧无影响啦。你个老板啊，较悲哀，我来啦。哎，你连球拢拍袂着。那你爱讲诶，不大该。姐，你这球拍啊是破工哟？无啊。诶，对我厝底下卡在。跳唔到機，跳唔到機。啊，跳唔到機，跳唔到機。跳唔到機，跳唔到機。好，他拄仔是练习咧拍球，咱即马吼来挑战即个健康点啊！看哪会听？呀，袂听。袂听
你啊？会啊。啊，无啥呀，来，往你去看啊，去看。那有真听啊，伊拢也唔听。我你唔能，你呀，你有啥来唱歌啊？啊，唱你来这一定唱物件哦。啦，我也无唱物件，唱歌我帮你有啥关系？同来，来，讲行一个，我听到，啊，你行嘛？行啊，是，啊，是，给。跳舞你看，你啊，这拢啊，你行，你跳舞你看。会啊。老母，你兄，啊，你有看来无感觉你啦？讲啥话啊？无感觉。哇，咱摕挺好嘞，啊，大家有信心无？有啊。成功一定是咱的挺好嘞，嘛是咱的。哎呦，好，二兄三兄，我唔相信。来，伊遐脱拢掉，袂听。来，伊遐脱掉。来，你听三声。我就唔相信。敢咪爱听？这还好哎吧？我跳，不会吧？那有可能你啊？敢无神经？有啊，那无神经嘞。哎，二兄你去看不会啊麦。来跳我听跳较悬嘞。哎呦，来，等，我你我你，马力，来，你，啊，你是第个跳诶？我得叫你跳诶，跳。还好啊。我跳袂起来。啊，慢跳，哦，哦，叫紧啊！你今仔做爱挺出的，明明我听讲你讲要跳。哦，叫紧啊！啊，恁两个敢会跳？哦，我听甲吼，魂差不多飞去，哦，那恁等下恁两个人爱徛遮哦。啊，无，一定爱，恁两个人就是要徛遮。好啦，我即摆都唔知影我刷来要讲啥。听一个拢唔知。你开始挑战啊啦！好啦，来啊，婷婷爱唱歌，做加油一下！加油！婷婷爱唱歌，请就位。平铺头只步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只有30秒哦。加油！我去！哎，输过啦！再来！真厉害呢！小细啦，加油！你是10秒就开始嘞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哇！真高兴失败啊！我感觉哦，恁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。安怎讲？大姐徛伫咧顶面哦，虽然讲伊有徛伫咧遐，啊，毋过伊脚都无咧叮当的。不是，下半身安尼叮当就好。无，因为你有当初你爱跳起来，才会接袂着啊。所以我才想讲哦，应该是二兄甲三兄去徛伫遐，因就唔惊听嘛，唔惊听。啊，所以等下我就派二兄落去跳迄，他就袂听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啊，而且哦，二兄较悬，啊，就算哦，婷婷拍伤大啦，哦，无你脚伊会接袂着啊。嘛是会用的啦。乒乓头只步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，开始啊！你头唔好安尼。 30秒啦，已经怕你赢啦。你莫叮当。来人拍大啦啦。你我准你叫我买叮当。起来！叮当。起来！过来。对！加油！ 3、2。你头唔好安尼。 30秒啦，已经怕你赢啦。你莫叮当。来人拍大啦啦。你叫我买叮当。起来！起来！对！加油！ 3、2、1，啊！真可惜失败啊！
经遐尼好的人哦，挑战到一半嘛会完家啦。知影你是安怎叫伊点去？爱叫麦叮当，啊，倒一边麦叮当是较成球。而且我对边啊无一定啊。而且伊拍了个无准对吧？两个倒边两个正边无叮当，要信得对正球。而且我感觉迄30秒的时间哦，迄拍球的人真正会紧，我更叫麦想因为30秒算就短的，你一定要一直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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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有机会。无遮尔简单呢。啊，不过安尼足可笑的，要互因搁一届机会无？好一遍，好一遍，哦，大家讲要互因拼哦。所来进行失败点倒用。来，婷婷，你即马面头前哦有2个宝箱，对，啊无一定大开就是较好，我讲内底物件，吼，啊你即马要决定你要进倒一个。啊，大卡细卡啊！你有意见无？大卡细卡要拣倒一卡？好，我跟你讲，你个有。无人想要打这阵啦。内底有一个是搁一届机会，对。啊，搁有一个是后回才搁来。哦。啊，一定要好好选哦。啊无吼，我着拣即个迄宝箱顶悬有爱心的啦。你确定？你敢确定啊？我确定。确定。好，好，拿咧你手放伫咧顶悬。你对安尼讲就好亲像阮的节目足无爱心的。我。哎呀，有无？这是真实的有诶。我挑战一届，若是有成功，就会当得到3000块的奖金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吼赶紧转来去练习，后回才过来。后回再过来。啊，不过即马是哇，观众朋友有机会摕到1000块红包哦。观众朋友只要30秒。10粒球，入去1粒就算过关。2个人做伙来挑战，有啥物人想要试看卖？1、2、3，哦，中央这2个妹妹足勇敢的，来。哦，妹妹把手唱啊，足欢喜的。恁敢是姊妹啊？是哦，啊，这是姐姐，你是小妹。我是阿姐。你是阿姐？来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啥物名？我叫蔡志流。蔡志流。蔡妹妹。蔡义晶。蔡义晶。哦，我来摇一个，姐姐今年应该是10岁。11岁。哎呀，11岁，哎呀，那恁妹妹是10岁。9。哎，一年生一个伤拼吧？袂啦，我有真侪朋友拢是安尼啊。啊，恁拄仔看因咧挑战的时阵，恁感觉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困难吗？困难吗？哦。30秒入去1粒球，你就过关啊，就会当摕红包啊，有欢喜无？欢喜。欢喜。我拄则看你伫咧台骹哦，我甲你选的时阵，你的表情足古锥的，你搁做一届。足古锥的。好，哎，好好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评判头家波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啊，辛苦啦！来，过来，继续加油，继续。那边，哎呦，过来。啊，加油！哦，过来，你真够拍呢。哦，收管。姐姐准备好，最后4粒。来。7。较低咧。哎呦，拍到面足痛的。足痛的哦，足痛的。妹妹，你是毋是就惊你姐姐啊？这平常时对你好不？这太笨了。啊，无要紧啊，无成功无要紧，来算嘛是最好算的对不？等伊好好休困一下。好，后届再过来挑战好不好？多谢。多谢。恭喜观众朋友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算到3哈，1、2、3。哇，来欢迎这2位嘛是超有勇气的。我叫涂新芬。好，我叫一个。恁兜是开金仔店的对不？哦，你金光闪闪，水气真条啊！哦，目睭闭袂开安尼。我结婚的时阵拢无遐大条。无你即马是安那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啦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来，平常时是做啥？咧教游泳。教游泳会当安尼，我哪会唔知影？因为我较早
嘛是教游泳的，你是嘛是教游泳的？嘿，你现在无好啊，遐大条的。你是嘛讲出来，我真正祝我面子的。啊，你敢是因为教游泳才买迄2条的？啊，你咧教课的时阵，敢会甲这烫掉？哎哦，来，就这你是做啥的？哦，我这嘛无咧做代志，哦，家庭主妇。恁两个人是朋友。朋友哦，今日约好做伙来的。来遮熟悉。哦，来遮熟悉，来遮熟悉哦，你看，嘿，阮的节目偌好，嘿，来遮个会当熟悉新的朋友哦。哎，啊，想要打这健康点啊，敢讲好啊？哎呦，你平常时敢有去公园打这？无。啊，你敢会惊讲足痛的？哎呀，为着1000块，你会好啊恁呢？啊，若是无成功快，迄2条要分你1条无？啊，好，加油啊！来，乒乓头家波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，开始哦！啊，小大啦，小关啊！哎呦，有，较轻一挂，较轻一挂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！得1000块奖金，恭喜哦！婷婷爱唱歌，今日有淡薄可惜啊。后回再过来啦。所以后回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多谢。再来欢迎第2组，欢迎棉花素金。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Q 阿妈。Q 阿妈，叫 Q 的，叫 Q 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Q 妈。 Q 妈。大家好，我是 QQ。QQ 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Q 阿公。 Q 阿公，哇，欢迎。哦，规个伙仔名拢是因为 QQ 开始的。对啊，而且因的青菜嘛足活泼的。现在大家做伙穿这花写字，因为我妈妈做好做手工的吼，啊伊也要做衫，嘛要做皮包啊。啊伊讲一个人的穿插，有当时啊你唔免讲话，人家会使看到你想要表达啥。啊，我想要表达咱南部人真正做热情的，看到这花花细字，看起来就敢若有人心花开的感觉。心花开哇，阿嬷真正就有想法的，所以这件衫敢是阿嬷做的？唔是，阮专工拣的，不过我有早妈妈做的皮包，早几项啊来。哎呦，OK。妈妈好，我一块赢啦。我你即马是。你是动作，才是迄拍袂会哦。无啊，这水的包包一定要好好来垫一个啊！来大家看，阿嬷手工做的。对。哇，这厉害耶！来宾要够好啊！这呢色，啊，佮有这刻的，啊了，佮用迄个讲开啊来讲，讲古来讲。啊，较明显。我看起来这是真正足水的。对啊。系啊。啊，我想要问一个，现在查某囝叫 QQ， 因为我迄时阵有生的时阵吼，啊医生照超音波的时阵，就讲伊吼面敢若碰血哦。我是个想讲，安尼伊生出来，我看伊感觉安怎？结果生出来真正伊的面皮个碰血，啊，我感觉伊一定是 Q 弟弟，我就甲伊号做 QQ， 所以阮大家拢叫伊 QQ。啊，不过即摆已经无啊啦。系啊，QQ 你较笑的，你即摆无碰血啊，你即摆咧学恁已经无啊，即摆足水的。对啊，安尼 Q 妈，伫查某囝成长过程，敢有啥物互你足难忘的代志？有，伫我生日的迄天吼，伫咧3当前，伊小下2年的时阵，一透早我去上班，阿公带伊去学校上课，结果我卡到办公室尔，老师个打电话来，我想讲这透早老师卡来一定无好代志的，结果真正老师个讲，妈妈，我甲你讲哦 ，QQ 吼伊跋倒啦，伊的头壳吼老血老滴，我讲头壳我个惊起来。这严重？对啊，我就赶去学校来看吼，伊的头壳下啊规个吼变开拢是迄石头啊吼，拢一空的，规个拢是啊个老血老滴。我看着这，吼最严重的，我想讲我的生日那就是种生日礼物。我心拢碎去啊！哦，迄爸母哦接到学校的电话，真正是足吓惊的。差不多2个月之前，我7点半甲囡仔送到学校嘛，我8点半就接到电话啊。甲我差不多。嘿，爸爸，恁兜的那后生的手哦，看起来已经断去啊。加油
好佳在迄天我免拍戏，我就赶紧开车去学校，啊，带伊去病院，哦，真正转去啊。嘿哦，然后伫咧等医生看诊的时阵，迄心真正是足痛的。就唔甘嘿的。啊，啊，不过好佳在即马好啊啦，而且手骨哦，电动用，对足大力的。电动用，嘿，足粗的。好佳在即马 QQ 拢完全拢好啊，无迄个记吼。阿公甲阿嬷是毋是甲 QQ 感情足好的？是啊，因为 QQ 细汉的时候，因妈妈伫外地咧做工课嘛，所以伊拢是我甲因阿嬷请大汉嘿，所以阮做伙逐个食啦、大啦拢做伙，所以感情拢较好。哦，啊 QQ， 你敢会听阿公阿嬷的话？会吗？你确定？你的表情有淡薄生气哦。伊拢甲阿公当做小弟在画。哦，阿公真正伤过疼孙啊！哦，对啊。为阿公为时段变做时岁。阿公阿嬷带大汉，安尼 QQ 台语应该真好对吧？爱经过练习，经过练习。对。啊，伫学校敢有参加什么比赛？有哦，嘛有得名。有得名，嘿，有得名。是毋是会当伫遮表演，互大家看卖？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我要演出的题目是接到变先来的电话。哇！好请水嘞！哦，台语讲了足标准呢。你迄个开口拢有迄个味。无怪会得奖。你的歌是啥人写的？我家己写的。你家己写的哦？安尼你的作文嘛写了最好的哦。无啊。无啦，你谦虚啦，一定是写了袂歹嘛，讲了袂歹，才有法度得奖啊。妈妈甲阿公阿嬷看起来哦，拢对 QQ 足骄傲的对无？对。咱做伙来看，因要来幸福的飞机型电脑，哇！现在想要爱这个礼物。因为阮兜目前的电脑足久啊，已经十几档啊，所以希望任务成功有一个新的电脑。拢用来要创啥？上课。哦，即摆有真侪咧网络顶面上课对吧？对，啊，佮有会使教我做伙伫遐研究看以后伊的功课要安怎用，嘛是爱用电脑。好，啊，希望你会当把这奖品摕回去哦。好。QQ 敢有信心？有哦，来大家加油哦！马上来进行家家贴。最佳鸭子杯伫杯尾贴8粒18豆啊，30秒以内完成就成功过关，3届机会哦。啊，恁拍算要安怎分配 ？QQ 第一个。QQ 头一步。嘿，头一个。QQ 已经足紧张的，佮陪头一步。啊，刷落来咧。刷是我。哦，妈妈。嘿。阿公阿嬷敢有要算？无。我两个少年的来算。啊，是安怎？我爱互阿公阿嬷算，阿公阿嬷伫咧做工有练习。有练习啊。可能是结果无好，是不是？阿公足够嘴，真正无好，真正无好。安尼咱做伙来看练习的过程。哎，外口喷遐尼啊济，恁哪拢无人客啦？大家睡啊有啦。哦，啊，遮济，哦，啊，这张是啥？公园倒转来 ，pass。这是，搁是啥物物件呢？妈妈，你摕到这张吼来，我甲你解说来。恁看嘛，这个任务卡，这个任务卡，咱的任务，咱收到任务叫做家家贴。啊，这要安怎做嘞？来，我先叫 QQ 来，你喙爱夹饲杯啊，杯尾这爱啃18豆啊。我要来啦！哦，妈妈，你无感觉这个是困难的？你看啊。困难的啦，吼。我有请阿嬷准备。啥物物件？银角啊。好，先去看卖啊。轻轻松松。哦，银角啊，较哦，你看，轻轻松松。哦，够重的。啊，无试者。哦，这种平常的。好，你看完成。够无？你看我这嘛是会使。嘛是无简单，啊无搁
一项柑仔。感觉啦，会使哦，逐项拢会使啊啦。哦，这意思啊。感觉来完成，逐项拢会使啦。这伤重啊！感觉伤过重。哦，这伤重啊！我叫生气啊！这是要，我喙叫要生气啊！我都伤过重。哦，这伤重啊，这无法度哦，是要安怎电啊？啊！没怪没怪。教我们。我转来啊！我咧甲你讲，我有一个最厉害的手法，我耍互你看。好。哦，这厉害，跳了袂歹哦，啊，可会当甲我起飞啊跳舞，安尼咱来试看卖啊，啃一粒18刀啊，看会使无？来，试看卖啊！哦，够好的啊，这厉害着，哦，厉害，安尼，咱即个项目呢，就交互你啊。好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好，咱来画一个天后马出镜，加油！嘿！你莫学啦，人是跳得足漂亮的。你安尼有淡薄危险的，假使讲是我安尼练习，我可能已经堵入去啊。啊，不过你嘛是练习要足认真呢，搁囥迄感冒，感冒毋是足重的。足重的。你唔惊迄水气冻去？来，幸福马祖金来做加油一个，加油！来，幸福马祖金，请一位。家己贴贴贴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2粒、3粒、4粒、5粒，豆豆来讲时间哦，6粒，喂！家己贴贴贴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2粒、3粒、4粒、5粒，豆豆来讲时间哦，6粒，喂！7粒，最后1粒就过关啦！恭喜豆豆！QQ 就认真的呢，啊，足认真。虽然讲哦，伊拄仔皮头已经咧切过啊，嘿，啊，不过伊咧挑战的时阵就认真的。真稳定，一粒一粒啊跳起来。哦，你是不是拄则拢无喘气啊？足紧张的对无？你看伊的皮头够切过，恭喜哦！来，刷落来，哇，观众朋友摕红包的时间又过来啊！一个人来挑战，限时20秒，拍5粒18豆啊，就过关，1000块红包就摕上去，1、2、3。哎呦，来第2排哥哥，你上紧，来就是你。欢迎。我叫叶的。叶的。嘿。叶的。这叶啊。啊，是叶的。哦，这是你的外号。哦，啊，你是甲你的囡仔甲？嘿，阮某甲阮。哇，大家伙要做伙来哦。对啊，欢迎。后尾就做伙来参加比赛啊。做伙来挑战啊。好，有机会。拄仔看 QQ 咧算是毋是感觉足稳定的？啊，袂使错。
啊，你是讲手袂使抓，还是嘴袂使抓？拢袂使抓，规身躯拢袂使抓。哎，啊，较有信心哦，哦，一定会当过关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油！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就位。来，大家贴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5粒就过关哦，1粒、2粒袂当错，袂当错，袂当错，手甲嘴拢袂当错。哎呀！继续，够机会！哇！其实是6气都无啊啦。哦，对，足错的吼。来，所以安怎？无简单。其实你先来无紧张，啊，不过你认为讲爱互伊保持伫一个稳定的状况。对，你会足紧张会喘。会喘，加会喘。明明就知影讲袂当喘。所以 QQ 真正無簡單哦，無簡單，而且伊拄則是8粒，啊21秒就完成啊！這個愛練習，真正愛練習，無簡單。哦，謝謝，多謝你，多謝，後繼續過來，來，咱講一個恭喜，幸福我自己。來歡迎第3組，歡迎高雄苗阿邦。大家好，我是平成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平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平成媽媽。歡迎。現在叫做高雄苗阿邦，因為阮兜啊是4隻貓。 4隻貓，嘿，哦，遐濟隻。哎呦，足夠水攏足，真是嘞，攏足夠水的。啊，恁可要翕相，伊就好啊，徛伫遐，互你翕相。嘿，對。啊，第一隻叫蘭蘭。蘭蘭。嘿，伊是正常是一隻流浪貓，啊，我就摕迄拿。 去問伊講，啊，你敢要甲我做伙轉來？是。啊，伊就入去人仔內底，我就甲帶轉來。啊，第2隻，伊嘛是流浪貓，伊叫妹妹，啊是正常阮同事因兜外口的流浪貓，啊伊就甲人相拍受傷。哇！啊，我就甲帶轉來。你敢是親目睭看伊相拍？無。無。哦，你就看伊有受傷安尼啦。水遐有受傷啊。哦，看起來就是迄動物相拍的傷迄款的是。 無有天起來哦，有天起來，哦，就阮帶去互醫生看，了後天起來，互伊帶2、3天安尼，阮才佫帶倒來。哦，那你真正是好佳哉有恁出現，才該救的，哇！啊，第3隻叫晴晴，伊袂催婚。阮兜若是有人客啊，還是講有師傅啊，要來修理物件，伊攏走第一個，要去甲人拍招呼。真親人誒，嘿，對。第4隻叫灰灰，伊是阮囝舊年啊，佇因補習班對面的樹仔骹捡到的。啊，你敢有知影這個代志？因要帶回來的時陣，敢有甲你講？我一直反對。你一直反對？是安怎？因為阮囝係過敏，哦，講親受這隻。 無法度安尼，所以你會煩惱咧。干那會當無來接受。啊，你若是有一天等去厝的時陣，發現還有第5隻是要安怎？我就趕快無來接受。偏啊懵咧，就繼續飼啊。啊，平常時攏是誰照顧貓仔較濟？攏因算較濟啊，我整理攏是我。爸爸，我哪會感覺你有淡薄心酸的感覺？攏是因算較濟，啊，攏是整理攏是我。啊，平常啊，甲4隻貓仔做伙生活，你敢有歡喜？歡喜。歡喜啊！啊，敢有啥物特別所在，還是有發生啥物趣味的代志？我無上課的是，會當陪因耍人貓啊。哦，啊，恁甲因耍的時陣，目睭敢會睭？無。無哦，安尼就好，嘛無算是講過敏甲真嚴重，會當繼續飼啊，莫煩惱，爸爸。啊，你除了人貓啊以外，你敢有啥物其他的興趣？跳舞。跳啥物款的舞？國標舞。哦，對。哇，那你跳舞的時陣，你敢會夾自己？迄是頂一段的，而且你哪會有迄支？我已經放伫那地下裡面。因為你用過，你已經甲收起來。莫互人夾去啊！啊，咱做伙來看，因要幸福咧，到底會是啥哦？平板電腦啊，像是要佇的這個禮物，平常啊。我上課的是會當用。
会当跟同学打线上游戏。哎呦，这是上重要的原因吧？阮拢是做爸母的，阮拢知影囡仔真正的目的是啥。啊，为着你要得到这个幸福咧，你敢有真认真的练习的？有啊。哎呦，来，等着好好加油。好，马上来进行真正有够宝。宝头上尊5星，填好着。当中有15支宝头，3支着5星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2届的机会，谁要来挑战？爸爸，啊，还有品成家己。啊，拄则品成讲你有真认真的练习对无？有。做伙来看因练习的过程。食定啊吼，听着吼。真正有够宝，这是要算啥？这就困难了呢，阮敢有法度？应该无法度吧，这真难。我来，这就简单。哇！哇！哇！好，行啊，咱来练习啦。你简单嘛是爱练习吧？行，你要来无？行，你要来无？啊，行，来啊！对着啊，你家啊，你摕这来练就好啊。爸爸，我上准啊。准的，哦，100分，100分，哦。哇！来，我甲你教。安尼。好，看头前安尼，目睭看头前，手安尼，一届、2届、第3届的时阵较大力，安尼甲伊牵落，安尼知无？哎呀！真正是。来，较认真的啦，就甲你讲爱上好准，你牵倒位啦？安尼1届、2届，啊第3届较大力牵落，安尼知无？好啦，我你来。来，较认真的啦，就甲你讲爱上好准，你牵倒位啦？安尼1届、2届，啊第3届较大力牵落，安尼知无？好啦，我你来。真正是，我来。咱来练习一下啦。敢需要？哎呀，行啦，来。哦，真正是，我就这厉害。安尼我无法度啦，哦，我袂认真，来，你徛，来，喂，你莫走，认真啦。好啦。我等啊。哇，哥哥，你练习甲足认真的呢，你一定就想要摕到平板的吼。行啦，咱来去夜市啊练习一下。哇，哥哥，你有够高的啦！哇，爸爸，那遮高？哦，即摆来夜市啊吼，看咱练习的情况吼，应该吼是会摕到平板啊啦，加油！哥哥，你感觉上上楼啊？我上楼。哇，加油呢！来啦，咱来加油一下。幸福咧是咱的。品成是真认真的练习吧？对哦。啊，我即马总算知影妈妈是安怎无要挑战，因为妈妈你跟爸爸根本就咧谈恋爱。嘿啊。嘿，
偶像剧内面拢是安尼演的。来。啊，我唔知影这边安怎算我教你哦，你手安尼，安尼出去哦。原来是安尼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我了解啊。无啦，我是有较含一寡。对啊，只是讲哦，看迄影片，爸爸咧甲妈妈教的时阵，妈妈你迄当中敢有迄衷心爱着爸爸的感觉？我是想要甲伊看，你想要甲伊牵？对。来，高雄鸟帮做伙加油一下！加油！加油！嘿，高雄鸟帮，请就位。真正有够宝，请开始。开始哦，这无限时间的哦，所以豆豆来吼，加油哦！哇，这够对。哦，哇，就准的，爸爸就准的，起码够2支就过关哦。爸爸加油！哎呦！啊，因为爸爸起码是要加油为中过。啊！哎！哦，给我一个。哇！哇，多一支就过关哦。爸爸真准的呢。没，来，有摕到较重要啦。我唱的笑容是拄则完全无的。对啊，哇，你有啥物话要对爸爸讲的？多谢你。哎呦，其实哦，爸爸真正有厉害。对啊。因为这个游戏哦是进前有人有挑战过啊。有人有挑战过，不过迄个家庭无过关。对哦，恭喜你得到幸福嘞！刷落来各换观众朋友啊，一人5支葡萄，一支就安心就过关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来，这弟弟你上紧，来，欢迎。欢迎。你这边是呢？对，因为拄则爸爸无过关，伊即马起来报仇的。哈？你是拄则迄个哦？我要来帮我阿爸讨一个民主。讨一个民主哦。啊，等下你若是无成功，是不是换恁妈妈要来？啊，搁换恁小妹要来？那呢，我要叫保全啊！希望你会当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为你感觉骄傲。啊，你今年几岁？13。13岁哦。啊，你感觉这个游戏是简单还是困难？看医生好亲像是真简单。啊，不过其实伊可能真困难。可能真困难哦。好，来加油哦！真正有够宝，观众朋友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，无限时间哦。加油！豆豆来哦。哎呦，哎，有准呢。啊，不过我去啊。这开啦有够。我瞄准一下。中。哎呦喂啊！无惊。来，最后一支，来。啊，真可惜哦，失败啊！哇，你无替你爸爸讨到民主是要安怎？后届才过来。哎，后届才过来对不？对，就是安尼。后届规家伙啊，做伙来讨民主。好吧，好，一定会成功的，甲成功留予迄届。好，多谢你。好啦，咱多谢恭喜高雄鸟帮。哇，相信今日哦来参加挑战的家庭，回去以后感情拢会更较好。只要恁的家庭哦，地基拍了有深，不管是偌大的困难，拢拍袂倒的。你的家庭地基拍了有深无？敢有想要做伙来摕幸福呢？那你就赶紧来报名哦！买继续收看，公营倒转来，不啦！耶，拜拜！谢谢。